Alan 啊，其實早油同輪蝦油有咩分別咧？呢個問題問得十分之好，我都好樂意解答你呢個問題。今日我哋嚟講下早油同埋輪蝦油，呢兩款油都係 Omega-3 優質脂肪酸嚟嘅，對健康有唔少嘅好處。但係佢哋有啲咩獨特之處呢？吸收率係點樣？又適合邊啲人士？等我哋一齊嚟了解一下。首先講下早油，早油咧係由微藻提取出嚟嘅，係屬於純植物嘅來源，主要含有 DHA、EPA 呢兩種 Omega-3 脂肪酸。DHA 對你嘅腦部同埋眼睛嘅健康有幫助，而 EPA 對心臟或者肌肉嘅狀態咧會有幫助嘅。因為都係植物嘅來源啦，早油係特別適合素食者嘅，或者對海鮮過敏嘅人啊，佢絕無任何動物嘅成分，係一種天然可持續環保嘅選擇。跟住啦，講下輪蝦油，輪蝦油咧係由南極輪蝦提煉出嚟嘅，同樣地都係含有 DHA 同埋 EPA。佢有兩大嘅特點，第一啦就係 Omega-3 係以用磷脂嘅形式去存在嘅。第二啦，佢係含有蝦紅素，磷脂係人體細胞膜嘅重要成分，而蝦紅素係一種超級強嘅抗氧化劑，可以保護翻你嘅細胞，減少氧化壓力嘅侵害。講到吸收率啦，呢度係有兩大嘅分別嘅。早油嘅 Omega-3 係用3支甘油酸，三酸甘油脂，sorry。早油嘅 Omega-3 係用3酸甘油脂嘅形態存在。吸收過程會相對慢啲，但係效果相對穩定同埋持久。而輪蝦油嘅 Omega-3 就係用磷脂嘅形態嘅，有研究顯示呢種嘅形態更加容易俾人體細胞吸收，吸收率更快同更高。如果你追求即時嘅效果，輪蝦油可能會有優勢。但係啦，如果你想要長效補充，早油都係一個好嘅選擇。總括嚟講啦，早油同埋輪蝦油佢都係各有特色嘅。早油係植物嘅來源，適合素食或者有過敏嘅人士；而輪蝦油咧有磷脂同埋蝦紅素，吸收快又有抗氧化嘅功效。想揀邊款就要睇翻你個人嘅需要同埋喜好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有任何嘅疑問，歡迎喺下面留言或者 IG DM 我哋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條片啦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嘅鐘仔咧，下條片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